大遐厝。建昌，为什么到这阵还袂转来？伊敢会出什么代志？伊即摆啥物拢看无，但伊若发生啥物意外，我是要安怎？建昌，建昌，你伫倒啦？建昌即摆伫我遮，万一头会发现我讲话伫世上，我是要安怎？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？天愈来愈暗啊！建昌敢会出什么代志？啊，伊一个人，目睭阁看无，啊，伊食饱未？啊，是要住喺倒？建昌到底会伫遮住偌久？一天、两天，还是一世人？伊敢会一世人拢无爱转来？建昌，你袂安尼走，袂用的。袂用的。我免予建昌留伫遮，我免予建昌留伫遮。我要甲阿虎爷讲，叫伊一定要甲建昌带转来谈家，一定要甲伊带转来谈家。阿妈，人有坐着无？天拢要光啊！啊，伊会去倒啦，伊会去倒啦！你先喂。我哪能要倒去啦？伊是生病，你知无？伊若出什么代志，我要安怎？我是要安怎啦？你要倒？我过来找伊。乖，阿母辛苦宝贝，真心啊先，你靠哈，阿母笑，阿母笑，乖啊，最先啊，最先，最先去倒位？你讲乖哈，来，哎，最先，最先，哎呦！阿虎，阿虎啊，暗定着啊？我叫追星，你先来哟。哟，啊是讲追星人咧倒哈？水星哦，就透早出去捕虾啦，啊，系啊。建昌，哎，彩云啊，啊你会捌伊哦？我免哪会唔捌伊？伊是建昌啊。哦，啊是讲伊的规面杂条条，啊你还会认伊哦？我免哪会袂认的啦？伊今仔目睭会变甲安尼生，都是袂恁的关系啊。哦，对对啊。听迄声，伊是毋是彩云？啊，系啦，啊。建昌，我是彩云啊。是讲你若早来阮厝的？这是恁厝？啊这厝毋是阿华因兜？毋是啦，这是我甲水星的厝啦。你甲水星的啊？啊若无听水星的声？水星，在你边啊。伊是水星？阿华。哈。啊明明是阿华的声，啊你若讲伊是水星？系啦，头家啊，我对啦。谁讲你是阿虎啊？你是水星。我水星。安尼毋才对。啊，甲你讲话吼，我煞袂记讲吼，去甲囡仔叫暗暝啊啦。水星，你若陪建昌开讲者，我先入来，吼。阿华。啊恁讲甲你无煞煞，到底是安怎？哪安尼啦？我嘛袂啥。啊，这话若要讲透机哦，目屎会飞袂离啦。但这可怜的人，毋是连庄的人啊。我跟你讲，啊，就算毋知影吼，彩云可怜啦。顶一阵哦，啊，就囡仔咧发烧啦，因两个翁仔某脚踏车搭的，要带囡仔去互医生看啦。啊，毋知安怎弄的哦，弄到最先才死去啦。啊，彩云哦，医生馆转来就变安尼啊。
连要甲我讲最心，连要甲我讲阿豪啊，有甲，我嘛唔知我是最心阿豪啊。哦，我看哦，我后摆叫水好啊好。啊。文英，阿豪啊，我来叫文英嘞，文英人嘞，无啦，头家，叫唔叫伊啦？你就听蔡文啊，你叫文英啊？无啦，唔是啦，伊咧叫文英哦，是咧叫阮某啦。叫恁某？啊是咧蔡文啊，叫恁某叫文英？系啊，哦，你就知伊即摆哪里老婆吼，伊就会当叫我叫水星，是安那袂用你叫阮某叫文英啊，对唔对？啊，反正吼，你对文英哦印象较深，伊敢会记你文英啊，尔你。哎呀，头家啊，你出来遮久啊，是不是要等去厝的啊？阿豪啊，你是要看我走是？无啦，啊，阮阿公讲哦，大厝大海，枵死无人知，对不对？啊，一间大厦厝遐间，啊，无一个主人嘛袂用你，对。厝内有淑珍啊伫的啦，伊遮尔啊欠卡吼，啥物代志伊拢会晓处理啦，无需要我这个头家啦。头家啊，啊话嘛袂用你安尼讲呢，啊你用你甲头家娘等的无爱管，啊毋过迄两个囡仔咧，嘿啊，尤其是文英迄个囡仔，你感觉等的毋管，对？头家娘，咱已经坐几夜嘛，你要先休困一下。建州在倒位？到底在倒位啦？我即摆甲咱去望伊当坐迄个土，我啥物拢会当来甲伊计较，我袂甲伊计较啦，建州。头家娘，你莫想烦恼，头家是一个有福气的人，应该袂有代志。也毋过，伊根本就袂当照顾伊家己，你叫我哪会袂烦恼啦？我敢若像建州尔，我袂当失去，我袂当失去伊。头家娘，我感觉你安尼做无价值。头家是毋真正爱你，你通看清楚。谁让你买过去就对了，找一个会当真正爱你的人。我无过三做。有真侪物件我唔爱，啊毋过，至少我知影要怎对待一个查某人。某是娶来的，毋是娶来糟蹋。头家娘，你的条件遮尔好，煞比别人较歹命。大概看你甲头家的冤家，我拢足想要替你出一口气。我真是想。头家谁啊袂晓好好对待，好好疼惜。若换做是我绝对会好好珍惜。头家娘，我护你。
你会较会听。有较好无？头家娘，你会热无？阿元，你一只好大胆，竟然对我无大无小。头家娘，我只是要替你拭汗。头家，等假到啊！我讲的话你唔通袂记，你现在要等来等假。阿元，我知影啦。阿无我来走。你敢知道头家娘足烦恼的呢？头家娘，即摆伫咧倒？你找几年，拄则才转来，即摆可能伫咧房间休困。头家娘你，阿华，你是咧做哪位？阿母，你看到什么？头家，因哥，伊安怎你就讲，讲啊！我只是咧替头家娘拭汗。头家娘老我，你家己袂晓吹是？头家，你敢捌替头家娘拭过汗？你是啥物人？你有啥物资格？你把这个物件，你替头家娘拭汗，这敢是你应该做的？我问你，你咧做到底有啥物目的？你讲啊！我的目的，就是要替头家好好照顾头家。你规日无伫的，头家娘找你找到强要啼笑，你人伫外口，敢捌替伊想过烦恼？头家无伫厝的，我这个下骹手人替伊做淡薄仔代志，敢你敢有毋对？你敢点伊？小囡仔，你小狗袂见笑的呢！伊要甲你拭汗，你就互我拭咯。啊，毋加使我即摆等来，啊若无吼，毋甲你拭汗尔啦。反正你会做出吼，别个咱大家问好的代志啦。什么代志？我会做出什么白合蒙好的代志？哈？是甲老彩虹赶快去偷看伊啊，还是甲朱文义赶快甲查甫人后边来啊？你讲啊！你若唔讲话哈？在你的心目中，我到底是老彩虹还是朱文义？
我啥物拢毋是。你的心目中，我根本就无存在。就算讲我去偷客遐，我甲查甫人学袂来，你嘛无资格管我，因为你家己拢做袂到，你凭啥物管我？ 在你的心目中，我根本就无存在。就算讲我去偷客遐，我甲查甫人学袂来，你嘛无资格管我，因为你家己拢做袂到，你凭啥物管我？你敢点你？阮当家吼，无你这款新妇啦！恁当家无我这款的新妇，无恁当家是爱啥物款的新妇啊？是周文英迄款的哦，会教你偷生囡仔，会害你目睭前面迄款的新妇对哦。你咧讲什么笑话啊？孔叔弟，你嘛袂记得呢？我还阁是当家头家啦！戴建昌，你嘛唔通袂记咧？即马在当家，我是唯一的头家娘啦。当家的头家哦，即马已经青梅啊啦。厝内底大细项的代志，拢是我这个头家娘咧做主。你若想要做头家哦，等你目睭看到物件时，才我讲啊。好啦，孔叔弟，头家娘，即摆大衙村哦，看你要哪花落去啦！哼！基督，基督，基督。 给你。出去啦！其中呢？来，我跑，我跑。其中家。乖乖。我可怜的囡仔。